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初1，诗篇42篇20安尼讲：日是上主施落伊的慈爱，暝是伊予我唱歌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唱歌祈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拯救者，你是自有永有的永活上帝，你是欢喜赐福阮，无爱阮陷落伫苦痛的天父。你用活命甲慈爱予阮，你的眷顾保全阮的性命，因为你无看阮做卑微，反倒当看阮做宝贝。阮只有感谢搁感谢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予阮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，因为日是你要对阮施落你的慈爱，暝是你予阮通欢喜唱歌，对赏赐阮活命的上帝来祈求，因为你的确要赐福甲帮助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到伊的面前，用懊恼感谢来向伊唱歌，也对赐咱活命的上帝来献上咱的祈祷甲恳求。伊也的确要赐福甲帮助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